咁咧，空軍特別調查辦公室呢個 AFOSI 啊，有一位特工叫查理德多蒂，就受命要對呢個 Paul 咧係實施一個心理戰術同埋一個虛假信息傳遞嘅活動。呢個多蒂咧同其他嘅機構一齊合作，包括 NSA， 佢哋目標咧首先就係要去監控住呢個 Paul 任何發言嘅一啲嘅方向，即係阿 Paul 調查緊所有嘢嘅途中咧，可能呢一個特工嘅多蒂同埋 NSA 咧已經係魚目混珠，將一啲資料咧可能係 filter 過，先至俾佢再發現到，去影響佢嘅查證。第二樣咧就係將佢注意力咧從一個秘密軍事嘅行為咧轉移到去一啲可能一啲比較模棱兩可嘅一啲話題上面，例如係一啲神秘力量啦、一啲 UFO 事件啊，類似咁樣嘅嘢。而第三樣咧就透過一啲虛假嘅證據咧開始去操縱呢個阿 Paul 嘅信念。咁情報機構用多種手段咧去操縱阿 Paul 啦，例如咧改造佢嘅電腦啦，令到佢好似接收咗啲外星嘅信息啦，而編一啲古仔咧令佢支持咧去懷疑呢一啲咁神秘學嘅理論啊，而亦都咧派一啲表面上好似同佢合作嘅人去同佢一齊咧去揾到呢一啲外星人信息嘅時候，好似陪佢一齊驗證呢一啲發現咧係真實嘅一樣。同時